台湾在亚洲东部，是一个岛屿，它的形状很像香蕉。台湾北边是琉球群岛，南边是菲律宾群岛，西边隔着台湾海峡，可以看到中国大陆。台湾的气候是亚热带气候，一年四季都很温暖。每年5、6月会下很多雨，这时候叫梅雨季节。夏天很热，有时候有台风，所以大家要小心准备。冬天不太冷，可是如果有寒流，天气会变得很冷。因为台湾天气很好，有阳光，也有很多雨，所以农产品很丰富。台湾有很多好吃的水果，比如芒果、香蕉和甘蔗。以前台湾的香蕉卖到很多国家，所以有香蕉王国的美名。台湾的交通很方便，南北之间可以坐高铁或火车，也有长途客运。每个地方都有公车和计程车，大城市像台北、台中和高雄还有捷运，搭车又快又方便。如果想环岛旅行，不会太困难。台湾的离岛也很有名，比如澎湖、金门、马祖、小琉球、绿岛和兰屿，这些地方都很适合旅游。台湾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不但风景好，水果甜，交通方便，而且人也很友善。欢迎大家来台湾玩。